好，各位好朋友们，大家。12下晝嘅客家前新聞，約帶來關心我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同大家帶來嘅一類疫情情形嘅說明記者會嘅。對於上禮拜起時呢，台灣嘅確診案例數呢係漸來漸多嘅指揮官陳時中記者有講到嘅，講下2禮拜呢係台灣防疫清關鍵嘅時期。一下呢，一類台灣嘅確診案例數總共來到195例，到近別時間呢就都有可能會真實超過200例嘅。係嗰有呢個亞洲對境外細落來嘅確診個案會使到台灣亞洲社區傳播風險會增加麼？一下呢就來看一下一個記者會嘅情形。今天這20位呢，大概有8位哈，我們在機場這攔截到的哈，那有9位哈是本來列在我們的居家檢疫，那有1位是列原來的居家隔離。好，所以今天這些案子裡面哈，相對的哈，應該是都在我們的原來的掌控之中，還有一個是在機場及時攔截下來的哈。那另外在那2例哈，這2例直接在從那個就是說自行就醫的這2例哈，基本上都是到美國去，好，那是夫婦哈，到夫婦2位。好，那回來之後哈，基本上他也都在家裡面哈，自行的哈自己的一個自行隔離，那家庭的也算是比較單純。好，所以今天這20個案例哈，基本上我們都可以掌握。然後在另外這比較特殊的就是有1位是5歲哈的小女孩，好，那跟着哈她的媽媽，還有一個哈自己要跟媽媽到一個旅行了哈，是員工的旅遊哈，到土耳其旅遊，好，那也回來以後在機場好被確認下來的。好，那另外好，我們在昨天哈，我們在跟縣市長跟地方政府哈，那開的一個視訊的會議。好，基本上都有大概是分作幾點哈，大家比較關心的。那一個是居家檢疫者哈，像離島、台東，哈，他們就有提出來，就是說金門、台東，然後有提出來，就是說，那如果有些要坐飛機回去的時候，好，那相對在飛機上面哈是比較高的風險。那我們也跟他講，就是說基本上在飛機上面哈，基本上要基本的防護。跟互相跟其他乘客的隔離，那不過他們提出來說，他們還是有一些不放心，好，希望我們這邊能夠予以協助，好，那我們是說，如果有這樣的必要，那也可以調這個我們的集中檢疫所，到裡面做適度的一個時間的區隔。那另外台東，因為我們現在的基本上的巴士，我們只開到花蓮，雖然到花蓮到台東還有一段距離。好，他們希望這一段也能夠做安排，所以交通部也會去跟他們再來做協調。然後第二個被提出來比較多的就是集中檢疫所跟我們的防疫的旅館怎麼樣做安排。好，那基本上我們大概希望他們能夠盡量把地方需要的防疫的旅館把它建置起來。好，那如果當然有需要也可以來運用我們的集中檢疫所。但是要一定的這樣的一個區隔那也希望地方若有這樣的一個集中檢疫的需求，也能夠及時的在地方把相關的資源可以做這樣設置的地方來找出來。那我也責成我們醫福會的執行長王必勝做相關的協調，那也進行相關地點的勘測跟一個設置。然後第三個有被提出來就是漁工、移工相關的一些情況。那我們呢，因為今天早上我們這個副指揮官也針對漁工、移工還有我們的機組員相關的怎麼樣做一個比較好的居家檢疫，那也能夠符合他們在工作上的需要。那也做了一些就今天早上會討論。那等下我們請副指揮官跟大家說明一下。那另外有提到說有視訊會議不是視訊教學的必要，
那我们也认同就是说，如果未来有相关的疫情或全校要来停课，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那视讯的教学，还有未来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考试，怎么样来做，这些都需要事先来演练的。当然，教育部已经做了一些规划，那有很多的学校也着手做这样的准备。那但是我们认为，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完整的这样的一个规划跟演练的必要，所以也麻烦教育部来研拟说怎么样来进行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视讯的做这样的一个提前的准备。那屏东也另外提出来他们的一个中大运吧，中运吧全中运应该是全中运就要举行。那当然他们也做了一些相关的准备，不过他们的担忧就是说，在做这样全中运的准备的时候，现在住宿的很多基本的管理，当然这压力很大。那如果万一还有居家检疫或检疫旅馆的需求的时候，他们就会变成难以负荷。所以大概有分2个，当然说如果他们评估跟教育部来评估，如果是它属于说必要办。看起来是相当有必要办的因为牵涉到相关升学后面的问题，那不过也需要谨慎那请教育部跟他们去评估这样的情况。那如果也是一样有这种集中检疫所的需求，那我们也可以全力的来协助，所以也请教育部去做相关的一个大家的一个讨论。然后最后还要提出一个就是。地方也提出很实际的问题，就3月23号，3月23号就开始可以领取或申请防疫补偿费用，防疫补偿费用。那在这个时候，大家知道进来的相关的案件也比较多，居家检疫的数目大幅的增加，那大家的在各地方上面已经相当的忙碌，那。而且领这个费用特别要注意，这费用是2年内都可以领，不是说马上一出关就要领，过了时间就于事不后，没有，2年内都可以，2年都可以，所以大家可以慢慢办，尤其可以体谅现在在居家检疫居家检疫的数目大幅的提升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的量能的压力，大家这方面也请大家缓办。好，那接下来我是不是先请我们的副指挥官报告一下今天早上会议的情形？好，今天上午我们主要是针对农委会有提出这个渔工的部分，就远洋渔船的需求啦哈。那也同时因为也对于这个劳动部所引进的移工的从3月19号处理的这个居家检疫的措施，他们也提出相关的报告。那另外就是民航局也一样针对于这个国际航空跟外籍航空不管是客机、货机的机组员的这个已经进行管理的措施，他们也提出来做相关的报告哈。那先就劳动部跟民航局的部分，那他们也都积极在落实这个计划。那我们也同时在做一些滚动，如果有发现不足的部分，我们今天上午也在特别有在提出相对应的这个要求哈。那劳动部跟民航局的部分，我们都要求要每一天提报这个督导的报表报到疫情指挥中心来。那这个是就移工跟这个机组员的部分哈。那同时就于农委会渔业署所提出来这个远洋渔船渔工，因为因未来接下来几个这个相关的渔季的部分哈，像昨天屏东县潘县长就很担心这个黑尾渔季的时候。那这个渔工是不是能出船哈？那我们一样要求渔业署要比照移工的路径的这样的一个措施，那要责成这个船公司要规划出好的这个居家检疫的场所。那因为上午农委会渔业署还没有办法完整的提出相对应的计划，所以我们要求这个农委会渔业署回去。要跟船公司做好这些相关的这个规划措施，那再尽速来提出来，那让这个整个防疫的措施可以把它做好。好，那另外申请防疫补偿的时候，我们请杨司长跟大家说明一下。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好。我用几张那个简单的图表跟大家说明啊。第一个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申请的这个申请者的申请对象，基本上有5大类。第一大类就有5种啊，5类的人，一个就是居家检疫、居家隔离，然后第3个是集中隔离、集中检疫。那另外第5个就是照顾以上的这4类人啊。那但是这4类人这个民众当中，如果有生活不能自理者，然后这个家属他又属于是照顾的这个家属，那这样5类的人都可以去来申请这个所谓的补偿金。那基本上是每日是1000元啊。那另外再来跟大家报告这个申请的这个条件。那刚刚前面的那个4大类，我们如果用简单来讲说他是当事人的话，那第一个要件就是除了他是当事人以外，那另外有2个很重要的要件。第一个就是他是没有违反隔离或检疫的相关规定。所以因此，比如说我们刚刚讲说在检疫期间趴走的这些民众，那他就是属于违反这个相关规定者，那他就没有办法来请领。那第2个就是说，如果他是这个当事人，但他在受隔离期间，如果他领有薪资的话，也就不能领。那么相对的，就是说，如果他没有领取那个薪资，或者没有领取跟他性质相同的补助的话，那这样的民众是可以，这样的当事人是可以来请领的。但是当然，因为刚刚讲已经涉及到薪资的部分，所以因此有关这个所谓的国定假日啊、例假还有休息日啊，基本上会扣除。如果在检疫的期间有碰到这几种那个日子的时候，这些薪水、这些的这个天数是要扣除的啊。那第3个说明是这个照顾者的申请条件，刚刚讲过的4种当事人的状况。那另外就刚刚讲第5类的这个照顾者是也可以来申请的，但是他的要件是第一个，他必须照顾的这个当事者是生活无法自理的。那第2个就是说，这个家属他必须是请假或因此而无法从事工作者。那这是所谓的家属的定义。那他们在申请的期间，因为刚刚讲那2大类的人，因为他有一些很多的这个资格要去做一些减服，那这个部分我们也都利用这个各种资讯系统的嫁接，所以民众需要送缴的这个证件，还有我们资料的一个嫁接有一些困难上有一些复杂度，所以因此我们就是以尽快的方式来处理。所以目前我们的进度是3月23，我们可以开放当事人来受理申请。那至于这个照顾者，可能要到3月31号，我们就可以开始受理。那受理的方式有所谓的书面资料的邮寄，或者是临柜，或者第3个我们非常鼓励的就是我们用线上的一个申请的方式。那至于线上的申请，我们也有我们相关的一些网址，那可以主要会请大家到我们卫生福利部的首页里面有一个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专区，有这个 banner 在那里，然后这下头有一个民众，在那个民众项下，然后有3张说明的这个简单的说明图卡之后，那就接着有一个连接的网址，那直接就可以上网去做线上的一个申请。那他受理的期间，就诚如刚指挥官所提的，受隔离或检疫者及其照顾者，得于接受隔离或检疫结束日之次日起2年内提出申请，所以民众还有相当多的时间，所以也真的不用很着急的去做申请的动作。那目前的我们处理的状况是到今天中午截止的话，大概已经有3032位的民众分别做线上的或者是书面邮寄或临柜的方式。那受理的地方是有一些县市政府是在县市政府的社会处。那有一些是还下放到地方政府，那各自的那个受理的窗口，基本上就是不是社会处局，要不然就是在乡镇公所，所以这个方式还蛮一致的。以上。好，那我们的报告就到这里哈。那大家有问题现在可以提出来。指挥官好，自由时报提问，请问一下哈，我们
中国湖北明天起要恢复对外交通嘛，那我们之前有对在驻湖北大概1000多名台商有驻记哈，那现在他们这些台商就可以自由出入。那之后回来的话，我们会不会就是说他们回来机场的时候，会不会有特殊的通道或是管道，说让他们就直接先做检疫，或是那个居家，或是送到检疫所之类，就如同之前武汉包机那样子一样，有没有特别的措施这样子？谢谢。基本上这个原先哈，我们大概就是说从湖北回来，我们都有驻记嘛哈。但是最主要是因为湖北在封城中，好，那既然他如果不封城了，好，那大家回来，好，基本上我们当然会对这些有驻记的人特别注意，好，但基本上还是会照着哈一般回国居家检疫，好这样的一个措施来走。那我们还要跟这个陆委会相关的单位做进一步的磋商。中国时报，不好意思，部长，我想要接续刚刚湖北武汉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解封，那估计可能会有多少武汉台商会回来？那我们相对应的检疫的措施啊、量能啊，现在都足够吗？那就是因为现在明天开始，湖北以外的其他地方也会跟着解封，那我们也会就是他们可以自己搭机回来吗？那在武汉解封之前，我们是不是会有第3次包机的可能性？那不好意思，我想还有第2个问题，就是因为昨天公布的名单25个境外移入的名单当中，其实大概有11个都是在境外就发病，大概超过50%的民众都是在境外吃药，然后返国就确诊这样。那因为部长昨天有提到说，如果有人是因为吃药回来，我们不会处罚。那假设说有人吃了药回来，如果也没有回报的话，那我们是对他们会有罚则吗？还是要等到这些人就是确诊之后，我们才会有处罚的措施？谢谢。好，第2个哈，当然就是说，在国外有发病哈，其实在每个地方有发病，主要是登机前的哈那个国家好要去筛检这件事情。那至于我们的国人登机了回到这边，好，那当然就有通报的义务。那这里面会不会处罚？有我们的健康声明书或者我们相关的检疫的一个通知书里面，都有登载不实，我们就会处分。那健康声明书的登载不实，我们会罚1到15万，那我会视情节的轻重予以处分。好，但如果写说你有吃药，我们不会罚。好，说你有咳嗽，以前有症状，那你我们这都不会罚。好，但说你有这些情况而没有跟我们讲，而在登记那种所谓的声明书上面登载不实的话，好，就是申报不实，让我们登载不实，那就会加以处分。好，那第2个，大概我想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时间也久了哈，所以相对回来的，我相信好人数我们当然要观察了哈，没有办法全部都掌握。好，那不过我认为就是说人不会太多，那我们检疫的能量应该是可以做的。那至于对于原来有驻记的，是不是要加以特别的处理？我们跟陆委在谈。不过目前来讲，我们的方向是来讲，就是说我们当初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错，而去处分他嘛，是因为他已经封了城，好，所以我们认为那样是特别的严重，好，特别有状况而加以驻记。好，以免就是说把这病大量的带回来。那如果是真的是解封了，好，那当然就在他们认为是说跟他们一般其他地方都一样，那当然他的待遇也跟其他地方都一样。不好意思，3立想要请教一下，那个按205岁的小女童，她的症状怎么样？然后她的病毒量多吗？因为她是跟妈妈一起去员工旅游，那目前有没有初步掌握到他们那一个同团的人数是多少？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想要请教一下部长，因为现在双北的市长都有喊出说，像是有一些居家检疫的人，他可能到处爬灶。那他们说，如果是恶意的话，希望可以公布姓名，但有没有考虑说我们定什么样的标准，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中央可以授权地方来公布呢？谢谢。205的这个他除了他之外，总共那个同行的总共有27个人啊。这个先讲说这个小朋友这个小朋友他只有发烧啦，报出来只有发烧，那其他的有27个人，其中有一个
他曾经有咳嗽、喉咙痛这些症状，但是经过我们跟他检验了之后，他是阴性。那其他的人没有异状。在以前相关的哈，那时候已经讲过，就有几个嘛哈，就是我们对于违反相关的规定或相关的一些过错的话，那我们站在防疫的必要，好，那对于防止疫情扩散有帮助，好，那我们不排除公布其姓名，好，那至于他们要定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好，如果他们就可以根据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好，对于这样的一个人身的资料尽最大的保护，但是站在防疫的必要跟避免疫情的扩大这样的一个原则下，好，我们不会反对他们这样做。部长好 ，ET Today 提问，想询问一下那个武汉包机，他们将在3月25号就是届满，那我们会像钻石公主号一样再采一次，全部阴性才会让他们出院吗？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刚刚有提到说那个居家检疫还有居家隔离的防疫补偿，就是在昨天起就开放线上还有书面申请了，想问一下我们这个分别有多少人，然后我们大概总金额会是多少钱？谢谢。第二代3月25号这个相关的，因为相关就发现大概只有2个中间有症状，那也采过也确实是阴性。好，那这一团整个看起来状况比第一团的时候状况要稳定很多，所以我们在这样一采，然后居家等于是应该是集中检疫14天之后我们就会放行。那至于刚才我们需要的数目来。目前有关这个整个接受居家或者是集中的人数，基本上2个统计的时间稍微有一点点，一个18号，一个20号，那基本上已经有48000多民众。那至于到今天为止的这个申请的量数是。有关这个居家隔离跟居家检疫的民众，还是占比较大多数，大概已经高居到大概2800多位以上。居家隔离的数目是比较大了未来还是会现在来算还不准，现在整个数目还是会持续的增加很多。现在我们在案的居家检应该都有7万多了吧？现在已经8万多了，对，很快。想要问一下，今天的20例当中有2位的外籍人士，包括一名美籍跟一名印尼籍。那这名美籍是在机场的时候发现，他经同意入境，他是拿公务还是商务？他状况如何？还有这个印尼籍的情况，也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但2个那这位美籍的基本上等于是一个。人道的一个。國家呢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嘅指揮官陳時中記者有宣布嘅，近比關於中央行政界20例對境外勢落來嘅確診個案，早前呢都係對境外勢落來嘅，故所呢就認證近比增加20例，以下呢台灣呢累計病例數就真是超過200例，來到嘅215例。韓國有啲近比行政界案例當中有一個卡貼片咯，佢一個將5歲嘅小亞朋友，佢啲前一步嘅時間呢，停等家媽媽去到土耳其參加員工旅遊，結果就都唔都好，車尾到嘅一個武漢肺炎，也咪係呢近比行政界一個確診個案當中前4嘅一個個案咯。那麼呢針對關於防疫嘅部分，指揮官陳時中佢就有講到嘅，啲籌備嘅時間呢，佢就有指揮中心有同縣市長，就是係講同地方政府來舉行一個實行會議，嘅地方政府就提出咧有地位一個有關防疫嘅相關問題，就係講從金門啊，還有從台東亞兩件事就反映講，從係有民眾加到對國外轉來台灣嘅民眾去到桃園機場時節，有可能海外坐飛機轉去金門，也係轉去台東，啲坐飛機嘅時節呢，咪有可能會增加一個機組人員啊，還有從其他銀行車飛到風險，希望呢一個指揮中心來聽數。嘅指揮官陳時中佢就講到嘅，佢除咗
讲呢，都是呢，给指挥中心除了做的提供一类丰富措施给指导以外呢，没有讲也下政府没有准备一类适中的检疫所，假使地方政府有时有冇办法培养到民众做边嘅时节，佢咪做的呢，抢一到民众去到适中检疫所来做自家检疫的相关做法。然后针对于学校教会部分，其实一下学校嘅防疫措施未系同冲击哦。故说你家指挥官陈时中其主要讲到嘅，就会讲现在下来就讲台湾会发生大规模嘅疫情。故说呢，建议为一下有必要呢，为抢教育部来准备实行教学安内方式咧。故说呢，一条相关做法呢，除了外线演练以外呢，还为抢教育部来详细来规划。到之前呢，一条详细的内容，还会抢教育部呢同大家来做说明。当然呢，同教育有关呢，就讲第新年室外时节，啲屏东就要来举办一类全中运呢。也嚟大家就见讨论讲，嘅今年嘅全中运，咁有可能会形成疫情就来增后也系取消。唔过呢，一下呢就系讲形成一类全中运关系到动运通检，也掉下来，咁有办法继续来审核，所以讲形成假使有得奖，就有得到一类保送嘅资格。故说呢，一下指挥中心就认为讲，一下呢也嘅上比赛应该系呢继续攀下去。唔过呢，相关嘅防疫措施还系同重要嘅。故说呢，假使地方政府冇办法来应应嘅时节，嘅教育部就要来落来听数详细嘅做法，还系为继续来讨论咯。另外呢，同一般民众较重要嘅部分呢，就是讲对于筹备起事，咪就系对3月23建议起事，政府就建议开放本民众来申请防疫相关嘅补偿费用嘅。也呢，政府本一条为自家隔离，还有将自家检疫嘅民众呢，当年都有提供1000元嘅一类防疫补偿金。故说呢，家下呢嘅指挥中心其主要宣布嘅，对于筹备开始本年来申请过后呢，一下已经有3032民众来申请嘅。不过一条申请嘅一条资格呢，总共分做嘅大类，包含讲呢假使为自家隔离含个自家检疫嘅民众，然后呢唔去参加接种隔离、接种检疫嘅民众，做进度2个多。不过有啲位从系为自家隔离、自家检疫嘅民众，假条係冇辦法來處理自己生活咧。故所將假條不抗議，為來照顧假條嘅咩做清就2個多。唔過呢，一下下呢，為了讓一條補償金呢，其實政府沒有相關嘅限制哦，就係講唔啲檢疫啦相關嘅期間唔好違反一啲政府嘅相關規定，就係講假期間唔好出去亂走，都乖乖地屋卡唔爭2個多。韓國有假期間假使喺本地公司有本亞條業績嘅唔係做唔得兩個相關嘅補償金，意思呢就係講假使唔係參加自家檢疫過後，嘅公司冇本業績唔爭2個多，也係兩補償金嘅相關嘅資格。也係記者會係呢繼續喺進行當中，繼續來談一類指揮中心同大家帶來說明。確診者做隔離，基本上很多國家都有相關的一個做法。好，那可能他要根據他們的一些情況自己做判斷，我們這上面沒有這個相關的意見。那第二個，在台灣裡面，我們確診的案件裡面，我們是有11例是沒有症狀的啊，到目前為止哈。個別的醫院哈，這個部分我們需要再了解一下。但是就我們所知道，目前我們在所有的這些醫療院所當中哈，它的隔離衣哈，它的儲備量是它平常用量的大概20天，好這樣子的一個儲備量。那當然個別醫院我們需要再了解，我們知道是整體的部分。隔離衣大概好像前一段時間哈。有一點稍微緩，那現在已經補上來了，好，那可能在前一段大家有一些權益的措施了哈。指揮官想請教2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剛剛有提到說我們目前居家檢疫到8萬多人，另外想請教一下居家隔離多少人？那因為我們已經電子圍籬的部分已經上路了嘛，哈，那目前有沒有因為這個它可能有一些違法狀況而出現一些我們需要去追蹤的一些情形？另外一個問題是說，今天有提到說美國國務院的部分，有提到說，因為我們大概在去年12月31號就已經率先通知 WHO，
透过 IHR 的一个管道，然后有提到这个我们然后有告知 WHO 我们研判这个中国的这个武汉肺炎可能是有人传人的这个问题，想大家请教一下说我们这个整个通报的一个状况跟一些细节的部分，谢谢。有关于这个电子围篱跟居家检疫的人或居家隔离的人，他如果离开框框的部分，我再说明一下哈。因为我们现在各县市的勤务指挥中心都会有这个监看的这个系统。那因为他离开他的住家的同时，假设他今天已经跨到另外一个辖区，那我们现在勤务中心会同时派发给2个这个辖区，就是说第一个是到他住家去看，确认他人有没有在。另外一个是如果他已经跨过另外一个辖区，那我们会同时派发给另外一个辖区的同仁去那个地方来查询。这个是就有关于这个居家检疫的部分，我们在电子围篱的系统来做的措施。我先举这个昨天还是一样陆续有甚至在国道上面都有查获的部分。至于说您刚才所提到的跟对岸以及 WHO 的部分的话，那我们是在12月31号的时候，那的确有送信函，电子信函给对岸以及世界卫生组织。那我们是在我们所收集的情报，不管是网络还各方面的收集情报，知道在湖北的武汉是有这么一个呼吸道的一个疫情。我们的确也请教他们这里面的情形是怎么样？那是不是有人传人的之间的这种可能性？那的确是有询问，而且提醒这件事情。那 WHO 就是在 IHR 就是那时候 WHO 并没有回应我们并没有回应我们。那另外一方面，在外交部有透过在外交部那些主管的跟 WHO 的秘书处有联络过。那也都是他们就表示说我们的讯息他收到了，那接下来就没有进一步的回复。那我可不可以补充一下 ？WHO 回应我们，他们只是说有收到而已，并没有针对我们实质内容跟我们说。就是说对方就是收掉了那因为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情收有相当的一个信心，所以大家记不记得那时候12月31号？我们就那天这样的一个情收，根据前面的这些讯息，我们12月30号就开始做武汉的飞的班机，我们就做登机检疫，就是那时候开始，然后1月2号我们就开设了我们的应变中心，那1月11号那时候我们就在那之前我们就要求要去武汉，让我们的专家可以去那边看，那也让我们也去了，那去了，但那时候要求要去华南市场看。也没有得到一个正面的回复，所以我们到医院，那时候到金银潭医院是不是？金银潭医院去看，那大概就是有去看那14、15号的那个时候就回来，那回来之后，因为也觉得我们的防疫医师，在那边虽然没有确实的能够看到病人，本来我们是希望说能够看一下病人可事实上也没看到病人也没有进到市场里面去，他也就不让我们去。但是我们觉得，总是大家就会觉得这样子嘛，越不让我们看我们就觉得越紧张嘛。所以我们接下来就1月20号，我们就3级开设，然后1月21号，我们就在登机检疫里面就他们自己通报出来就一个案例。然后所以1月23号半夜武汉封城，那我们其实1月3号我们本来就准备要做2级开设。那之所以能够动作看起来那时候很快，是因为从前面的一些情资，让我们也提高了警觉，那也到现场去，让我们的警惕又更高，所以在那段时间的动作就能够跟得上来。那点有点就是说，得到这些情资，但是如果能够更清楚的来讲，让我们能够看到更多一点。那也许对于世界的疫情都会有一些帮助了不过那时候我们倒是并没有因为这个而被延误到了应该是算是蛮快的。
放眼党医心请教，今天还是没有看到张尚存医师哈。那昨天台大医院已经发声明指出，同时期19名医师出国并无特例。那有传言指张医师以后不会出现在记者会，想跟指挥官确认是这样子吗？请问张医师什么时候返回工作团队？谢谢。张医师没有离开我们的团队，也不会离开我们的团队。好，那我会跟他转告大家很想念他了哈。你好，联合报提问。首先想要请教有关于就是欧美的部分，就是指挥官昨天有估算说，未来2周我们的境外移入病例数应该就是会这样子稳定的增加，那也可以从国外的盛行率来粗估我们返台的国人当中确诊的比例，昨天指挥官说大概是1/1000到10%，那指挥中心能不能从我们最近几天的入境的人数的这个变化来粗估我们未来2周大概还会有多少确诊病例从境外移入？好，接下来想请教的是，因为我们第21号以后才将全球国家升为3级，那在这之前从3级国家入境的人在自主健康管理的这个范围，但是后续也有发现部分的人有确诊的情况，那目前不知道指挥中心有没有在评估要不要再回溯去采检这些21日以前的自主健康管理者。那再来就是这2天的境外移入病例，我们有公布了很详尽的这个发病时间跟他们在境外的时间。那经过很多人热心的比对，就发现其实有不少人，应该是大部分的人都是在境外发病，然后再回来。那甚至有人在境外发病已久才回来。那所以我们想请教说，那如果说他在境外那其中有极少数他们并没有在机场被拦截，那这当中是不是有健康声明填写不实的情形？那再来的话就是如果他们要回来的话，那指挥中心建议他们如何尽到自我防护的责任，才可以保护我们的机组员？谢谢。从后面问题回答起哈。那现在大家看到机场可以去看哈，机场其实大家都防护得很好。哈，事实上有几位是那种全防护的哈，穿防护衣。好，那在这段时间，我认为在机上相对的风险会稍微低一点，不过有这种触摸的这种的安全的疑虑，还是要小心。然后第二个刚才提到一个问题，很实在一个问题，就我们现在对，应该是说19号以前的，19号以前，那时候19号以后，我们就全面的就是说。都要做居家检疫。那之前的有一段是自主健康管理，是欧美除外的其他的地方。那这个我们经过电影上次跟大家报告，我们就主动从这些的人里面，我们大概是2波嘛，一个是欧美的那一波全部都拉回来居家检疫，然后那时候也去跑健保的资料，把有这样的相关有看过病、有呼吸道症状的，大概有550位。那列入我们要采检的对象，那其中那时候在那个时候就100多位已经被采检过，所以剩下大概400位左右，需要再去采。然后第2波我们就只有刚才你讲的，不管是欧美的或是原来就是不管是原来欧洲的或是外美洲，都全世界的，我们在那段时间进来都有11万人，11万多的人，那我们去跑这个健保的资料。那有3700多人是有呼吸道的症状，所以这些3700人左右，因为要扣掉前面那个狗霸狼嘛这3000多人，我们都叫回居家检疫，然后安排采检，所以这部分我们是有做的，就把它拉回来再来采，然后第2个在境外里面感染，那就像台湾我们现在做，就是说如果登记各个公司。都会做一个发烧的筛检，也就避免说把有病的人带到国外去。一方面这是一个每一个地方的一个应该是地球村的责任之一了啊。第2也是航空公司对于保护它的机组员跟保护它的乘客的一个措施。那在国外现在可能这个他们状况比较多，所以他们这一方面就做的可能没有那么的落实。那不过我们这边的
方向，我们这边的现在的一个政策是针对你回来之后，你要正确的来跟我们填报。填报不实我们会处分，并不会因为他生病了回来而处分。不好意思，我是中时，想提问一下，关于说英国耳鼻喉科协会之前有提到丧失味觉或嗅觉症状，通常发生在一些没有典型症状的患者身上。那想请问一下，因为到昨天为止，大概有按75、171跟187，他们都有出现这种症状。那今天也是按206跟207也有这种症状。想问一下，说指挥中心如何看待这样子的状况？那这个不是很典型的症状啊，未来会不会有可能会变多？那这个会不会是跟病毒的变异有关？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武汉封城快要结束了，在那之前还会有第3次包机的可能吗？谢谢。有关于味觉丧失的部分，的确在我们过去的几个病例当中，的确有发觉这种现象。那它是一种新的病毒哈，那其实我们都不断的在累积它的表现的这个发现。那至于说是不是因为病毒的改变，这个目前倒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报告。但是的确有发觉有这一类的表现的时候，我们会提醒我们在临床医师在这部分诊断的时候，应该要特别的来注意尤其是耳鼻喉科的医师。那第一个就是说，刚才讲就是说相关武汉的情况，我们就说我们要跟陆委会或者是海基会进一步再来磋商嘛那确实如果开了就有开的一个做法，那如果真的都开了，那就没有所谓包机的问题不过讯息还没有，我们没有办法得到正确的讯息。那有时候有正确的讯息，有时候临时也会有变化所以我们需要跟陆委会再做进一步的讨论。年代电视想请问一下，昨天美国有一组确诊个案是到美国工作，想请问那个是177跟129这个案例，他们是到哪一个州？然后最近美国返台的确诊个案有没有统计是哪一个州比较多？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想请教陈时中指挥官，就是昨天记者会上有听到您咳嗽，然后部长传闻说好像已经2个月没有休假了，部长身体状况还好吗？谢谢。那2个病例的部分的话，你知道吗？我们再查一下。那您说哪一个州的比较多？我们需要再统计一下。印象中是纽约州不少。第二个大概进来大概，如果我们看起来在美国的大概都1/3，大概从美国跟欧洲回来的大概都差不多1/3这样的一个数目了那我相信过来因为美国回来的多，所以这段以后会相对会比较多一点。休假我们本来就没有什么休假了，工作休假都一起了不好意思，联合报提问，想要请问一下说，因为最近好像有传出说，有些居家检疫的人，他们收到的居家检疫单的检疫期满日期，跟后来接到电话提醒的日期不太一致。那可能这样子的话，要以哪个日期为主？那接下来是说，是部分需要。可能居家隔离的人，他们好像收到了通知单之后，过几天又会接到电话打来说，他们其实是不需要隔离的人。那想问一下说，如果这样子的人，他在隔离这段期间没有收到其他的补助，也没有支薪，这样子的人是否也适用去申请我们的防疫补助金？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在昨天的视讯会议里面好像有提到说，我们有这个。谈到防疫旅馆的奖励，那想要问一下说有没有哪一个县市他提出了不错的建议，指挥中心这边觉得或许适用？谢谢。好，第一个大概所有都是会以那张了有邓印一张为准了就是不管你是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都以那个通知书有官方有盖章的那张为准。那至于有时候他为什么都在隔离，然后我们又把它很快又解，就有时候，比如说很紧急的情况，我们在第一个时间都，因为有的状况是很紧急，我们就希望有一些人就说，你先自主
隔离一下，一方面对你也好，对家人朋友都好。那有时候在等相关的这些采验，采验情况。那我一直也要求，就是说，当我们要采验的时候，周遭的人，也许你不需要真的来做一个居家隔离的情况，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调查没有清楚的时候，第一个时间我希望大家能够先自主隔离。好，那至于在自主隔离，我们是不是要有一点补偿？所以我们可以再来研究。但是目前一切都以有开出的那样的一个居家检疫或居家隔离书为准。是这样子的。好，那个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是不是我们可以开放最后3位好吗？我们问过了。部长好，想请教一下，就是说传出国内的航空公司有机师确诊，还有他的同事也被传染。那因为消息被封锁，第一线的接触地形都没有收到通知，也很担心。想请教有这件事吗？跟后续的处理方式。目前我大概了解是有2位货机的机师啦。应该是货机的机师，对。那我们大概都会，如果是有这个机师确诊的话，当然我们会针对他的同行的这个接触者都会去做匡列哈。那如果没被匡列，对，就是没有问题，对，谢谢。我还是要再来就请讲一下，就是我们当做这疫调的时候，如果你是有可能的人，你一定会知道了，因为这我们一个也不敢放。这不是说要不要隐瞒或故意想要隐瞒不隐瞒，因为在疫调一部分你就会被问到，因为没有问到，然后就有没有问到的，我想讲应该讲说，你是必要被疫调的人而没有被问到，那这是我们失责了，所以在有可能的时候，你都一定会收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调查或怎么样，所以没有被调查的人不用那么的担心，然后你是在我们这样专业的这样的一个疫调的方法里面已经被排除在外了，所以不用这么的担忧。不好意思，听苹果日报提问一下，就是说，因为美方有在讲说我们发通函的时候有讲说人传人的疑虑，那请问一下，我们对 WHO 发布通函的时候有没有讲到说可能有人传人的疑虑这样子？然后第2个问题是说，之前我们那个指挥中心有讲说，针对明知故犯的定义要做一个讨论，然后会有一些表列。那我不知道说现在已经过了1周的话，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定义可以供民众参考？有，那个已经有定出来几个相关的样态，那如果有兴趣，我事后可以把那种就是说发给大家知道。好，那第1个前面问题是什么？好。有关给 WHO 的信，因为在当时就是武汉的这个卫健委他们有发出这样的，就是他们的新闻稿有写啦，就是说有27例的一个个案，那至少7例是属于比较严重的那所以我们在给世界卫生组织的信里面是说，希望他们去针对这件事情去做进一步的一个调查。那如果有任何资讯，再跟我们分享长官好，我想要针对那个这次5岁的这一位确诊个案去问他的症状是发烧，然后有发烧到多严重？那他的家人呢都没有中标，但是他的那个飞机，他是在机上感染吗？还是他最有可能的感染原因？以及说他如果康复的话，因为他还年纪这么小，他会不会有一些也是肺功能受到影响？那他也就是他跟昨天4岁确诊的个案，他们2个在负压隔离病房的话，他们是由谁照顾？因为他们毕竟年纪还很小。那再来想要问说，刚才有说到11例的无症状，那就是这个部分的话，11例当中有多少他是比较年轻的个案，就是30岁以下的案例？好，以上谢谢。这5岁以下，等一下请那个庄人香讲一下哈。那这是一个案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profile， 就是它的一个样态哈。我想我们改天把它做一个这100，这个应该是现在的我们的200多案例，我们就做一个分析哈。
不管是我们的年龄别啦、症状的情况啦，我们做一张表给大家好了哈。有关这一位5岁的小孩，他就是主要是发烧啦。那有没有详细的症状的部分，我们可能再询问一下哈。那他应该是他是3月11号到19号是去土耳其啊，那19号入境哈。那当时他21号才发烧啊，所以应该是说。他在土耳其或是在飞机上，当然土耳其的这个时间比较长，他的这个当然他的这个感染的风险应该比较高哈。那至于说他是住院之后，他是由按父陪同进入这个负压隔离，那另外他的按母是在居家隔离哦。那另外前一天的这个4岁的我忘了是4岁的儿童哈。那他因为他3月7还是10号就有症状哈，所以在入境之后其实并没有症状啊。那因为他跟他的父亲是没有症状，所以是他们2个住一间负压隔离病房。那他的妈妈因为有症状，所以是住在另外一间的一个隔离病房。那刚好恰巧都是他的父亲这个陪同这个妈妈陪同这个小孩，对。你好，民事提问。副总统陈建仁在脸书上面有说，疫情至少还有2个月。那我们想请问指挥中心的看法。那请问封城是不是选项之一呢？那第2个想请教，就是全台的居家的隔离还有检疫的这样的一个件数哦，我们想请问指挥中心有没有开罚的件数？那有没有开罚件数最高的县市前3名？还有全台开罚的总金额跟开罚100万的这样的一个件数有吗？谢谢。对，说封城了哈，或者说任何的一些情况，都根据疫情的情况，然后做判定。好，那至于说我们准备，好，我们所有这些相关的准备都准备的哈，应该是都就位的。那刚才是有讲说我们有关教育的部分，好，甚至我们也要开始演练，好，相关怎么样的一个远距的教学，好，都是在准备，就是说万一有更进一步的疫情的时候，好，那我们需要怎么因应，好，所以各种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好，我们都研拟好各种的准备，好，所以大概是这样。那我们持续还会跟地方就是地方的政府来开会，就地方在实际碰到的问题，好，直接面对面的解决。那昨天我们开了一次会，我也跟大家讲说，我们大概等于4月啊，等于是礼拜4哈，就是应该是明天的指挥中心的会议，会把大家在这提出来所有的问题，我们都做一个定案，然后会跟他们讲。然后这样讲过之后，他们回去看有没有在挚爱，可能下个礼拜再开一次这样的会议，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滚动式的，好，收集意见跟做相关的一个检讨。那至于开罚的情况，是不是我们这边是有？我们都有了哈，但是今天没有带来，我们是不是容我们会后再提供给您？最高100万有罚的，多少案件？现在是。我们比较关心那个疫情的哈不过我们把那个统计一下，居检的我们罚了多少人啊，总共罚了多少钱，那居家隔离的罚了多少钱，也让大家知道，你也让这些相关的就是没有配合或没有配好的人也知道有一点警惕。好，那今天我们记者会就到这里，非常谢谢大家。